美国最高法院是来判决这对顶关税是无效的，即马因要改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来扣15%的关税。咱行政院会长陈丽君伊是表示讲，这行政命令是袂影响到咱国的优惠，会来确保台湾的相对优势。因为这台股呢是无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今仔日同款是大起，盘中上悬是来到34700多点。台美对顶贸易协定13，双方完成签署，也毋过离离，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顶关税无效。美国总统川普阁该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扣15%关税，阁该关注台湾完成争取到对顶关税15%无贴加上优惠国台股，敢会因为新关税对产业造成影响。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强调，原本美国对台湾下面有2072项，其中有1735项是载明伫协定中，无受行政命令有所改变。目前的判决无设232条款，所以 MOU 里面所取得的最惠待遇是不会变动的。已签署的国家面对未来可能新的法律途径的替代性工具我们应该相对会有利的基础。面对美国新关税政策为利时开始生效，伫工业产品部分，经济部长姜明显表示，完成台美对顶贸易协定中，工业产品下面有1811项伫新公布122条款，是降为1367项，对一般化学、纺织生意甲运输工具参机行业冲击较大。经济部会推动460亿支持产业措施，金额别个增加。手工具呢，那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呢是越南跟中国，那这个还是我们保有竞争优势但是这个竞争优势就比这个原来的 ART 稍微缩减一点，我们只要有公平上立足权的平等，我们就不怕。伫农产品部分，台美对顶贸易关税中，农产品有261项下免对顶关税，包括72项保障下免，加27项专属台湾下免。不过，若以美国122条款来看，农产品下免只存230项，美国拢无互各国保障下免，台湾无个享有专属下免项目。比较两种关税对农产品的影响，小起美国毛豆关税会为15%调降到18.8%。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立足点是一样。那我相信在立足点的一样的话，我想在这段时间150天这段时间，我们都仍然有机会能够继续布局美国市场。农业部表示，过去伫台美对顶关税协定中，像乌条人甲关松甲肉，拢属于27项专属台湾下免享有零关税。即马会甲竞争对手国家同款，面临消费关税15%。行政院表示，会继续甲美国沟通，有信心确保台湾产业处于上好优势甲台股。记者综合报道。